即马国内是二级警戒，亲像游泳池、掠铃等等行业已经是带条件开放啊。不过有一种店是互人客来移刀啊算，到打算是拢无法度来开放。业者家己也提出防疫规范，希望政府听到心声，允准因来恢复营业。 这个岛顶的营业，几日来多算摆好势，看会出业者真久无整理啊。虽然政府开放互因卖产品，但是因为防疫还未允准，互人客伫内底算，对因来讲，原本要搞啥的收入，就来自店内的消费，即马看到座位空空。 颠倒心酸。在降2级的时候，我们独立被拉出来一块。那我们在各方面的防疫跟严拟，比如说面罩啊、口罩啊，然后甚至紫外线的消毒，我们都已经做到。我觉得我们超越了按摩，也超越了游泳池。 倒啊算的业者不满喙暗流落来，会使开门，唔知因是倒位较危险，而且进前的二级防疫，因着照常营业，即马煞袂使，标准是啥？另外，同款较新潮的室内游戏剧本杀，业者嘛做阵发声，希望政府互因一条生路。桌游啊，或是我们的谋杀之谜的店家，有条件的开放，然后真的如果只是零售的话，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只卖剧本这样子来支撑下去。针对这寡业者的诉求，经济部是表示，照因的了解，指挥中心是已经有开放剧本杀的部分。另外，倒啊算，因嘛会甲业者提供的防疫规范，报予指挥中心来做沟通，互因通有真正营业的机会。记者陈嘉文调随台北报道。